跟带会众也唱一次这样，让他们可以自动分这样。好。OK。主内兄弟大家平安。真欢喜咱通三甲来敬拜上帝。礼拜开始以前，咱三甲来团练圣诗，咱先来练这首圣诗是308首。阮要唱歌来学乐。咱你若圣诗会当看吼。这首圣诗根据这个陆维德牧师咧分享的时候有讲到，就讲其实咱的圣诗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讲。咱会当分布，咱就甲手分布无要紧。特别是即个副歌的顶段吼，副歌这时咱会当来分无要紧。第二项就是讲，咱的圣诗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讲咱迄个歌词的本身，其实拢是咱的信仰个别，也是讲咱的信仰见证。伊其实有一个真深的即个信仰体会也好，也是讲咱迄个神学的迄个伫迄个内面。咱来看，咱即马咱奉教的时阵，咱会当三甲来念，你注意看伊有甲上帝有分上帝、耶稣甲圣神，所以迄个三一的上帝就是写伫即个俄乐的歌词内底。咱来念，咱三甲来念，预备来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上帝奇妙的听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
阿乐上至圣的名，阮要唱歌来阿乐，阿乐耶稣无比的疼，阮要唱歌来阿乐，阿乐耶稣尊贵的名，吼，对日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，阮要唱歌报人知。伊有丰盛的慈爱，伊的信息到万代，阮要唱歌报人知。吼，而且咱有看到讲，先讲到上帝，然后讲到耶稣，对不对？咱看第二节的第二节的这个歌词，咱三个念预备来，我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圣神亲密的听，阮要唱歌来学乐。学乐圣神关联的名，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三位一体上帝，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全能全智上帝。好，咱就看到讲，咱的这一种的信用告白，其实就写伫这个歌词内面吼。这个是用西方这个算做真活泼的。如果你甲看这个308首迄个米调吼，当咱咧唱的时候，伊下骹有讲有一个米调讲安怎？伫我的歌，我望着上帝，亲像山用伊的瀑布望着远远的海洋啦。所以咱咧唱这条歌的时候，咱用迄个诗歌，就好亲像咱瀑布到尾啊流对对，流去大海，对毋对？吼。咱的歌共款，咱唱歌学乐的时阵，咱要献到伫上帝遐，所以伫圣神的爸上帝，圣囝耶稣甲即个圣神，安尼，咱对即首就有一款了解。所以讲咱咧唱，咱的歌，咱的定咱的圣诗拢有即款真好的即个信用的个别伫内面吼。咱有一首咱真心嘛，成在唱几届？唱3届，对毋对？所以圣爸、圣囝、圣神，咱是安尼先互大家知影者。好，咱来唱一届，这首诗歌来。真欢喜，咱要唱到伫上帝遐。来，预备，来，我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上帝奇妙的听。我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至圣上帝的名。我要唱歌来学乐。学乐耶稣无比的听，我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耶稣尊贵的名。对日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伊有丰盛的慈爱，伊的信息到万代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第二节，我要来学乐。学乐圣神亲密的听，我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圣神关联的名，我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三位一体上帝，我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全能全智上帝。对日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伊有丰盛的慈爱，伊的信息到万代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好，我请苏琴来弹这个副歌的这部呢，我来练一届第2部。恁若会晓唱，你就甲唱起哩。咱做伙合唱，这是咱。张老宗，咱的教会一个足重要，这个慈善，咱的囡仔啦，对安尼大汉吼，自然就家己要分4步啦，唱着做听吼。咱即摆赞美较少分步，咱这就是习惯，咱来唱。咱请迄个永远你弹迄个上面那个音啦，预备来。日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伊有丰盛的慈爱，伊的信息到万代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再来，对日出
丰盛的慈爱，伊的信息到万代，我要唱歌予人知。吼，咱等下唱，咱就自动甲本嘴吼。来，咱接下来练，搁一首507首572首。572首，我心主坚固。吼，咱三个来念一下，预备来。我心主，主哦吼，我心目主坚固，歹势吼，就是属罪耶稣，救主上帝，求你听我祈祷，罪恶洗清到无，互我专心倚靠归上帝。第二节，当我心神软正，施温互我勇行，赞我心热，你有替我受死，我愿深深听你，热诚顺转心志，哪会袂灭？好，第三节，我行黑暗迷路，烦恼高甜脚步，求主引带。互暗变换做光，忧闷甲我担当，免我离主哪远，无通依我。吼，第四节，今世若梦快无，寒冷黑暗死河，无久因我，求主迄时保庇。无搁惊吓妖疑，灵魂受伤上天，甲主应大吼。啊，这首是来回应牧师今仔日的讲道主题，好，咱三个来唱一解。心望主坚固。就是赎罪耶稣，救主上帝，求你听我祈祷，罪恶洗清到无，互我专心倚靠归上帝。第四节，那些那帮快无，寒冷黑暗时候，无顾因我，求主迄时保庇，无搁惊吓。上天甲主应大，阿门。阿门。请咱遐这备办心，当咱唱第一首的是咱的副歌，会可能会重复一解吼。咱到时来唱，请咱来注意吼，咱备办心，多谢。各位兄弟平安，请咱备办咱的心，开始要进入咱的敬拜，请咱安静伫主的面前，请祷告。
我要专心感谢你，伫这个上帝面前要唱歌学罗你。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，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罗你的名，因为你互你的话做大，赢过你所有的名。咱三甲开咱的心，开咱的嘴来学罗上帝，用圣诗308首，阮要唱歌来学罗。请咱起立。咱三甲同心来祈祷，万军的耶和华充满智慧，创造宇宙万象面，全能的大主宰，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堪接受荣光、尊贵、权能，遍地满满，拢有你的富有。伫你无一项恶正的事，天顶地下无有上帝亲像你，守约行仁爱，伫你的正百姓中间。就是真心行伫你面前的，你用权能托调万面，你伫逐世代行奇妙的事，你也享受生命的河水，医治万民。伫你所定着的圣日，我要恭敬、全心敬拜学罗你，也要感谢你垂看阮的罪行过，为着阮的罪行过死，国活的主。互阮会当无惊吓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。我要伫每一摆敬拜中荣耀你，也要谦卑对你来领受智慧的加持。互阮会当照你的心意来去做基督的身躯。互阮的灵命会当得到长进。我要立志常常对人来宣扬你奇妙的作为。恳求主使用地理时常监察阮，知阮的心思，试验阮，知阮的意思，看阮有啥物歹所行也无，赦免阮暗情的过失，引带阮行永活的路。愿阮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主伫疫情的期间，阮确信主你有缘掌权，若是活动，恳求主你施恩怜悯。互这个疫情会当紧紧过去。主，愿感谢你，伫疫情中间，愿看见人的有限，愿对其中间也发现到人甲人中间需要彼此尊重，愿的社会才会当平安。恳求主赏赐，愿国家执政的、掌权的有善良、正直、谦卑的心，甲智慧的能力。
用听甲无私的心来治理国家，保守医护、警察、消防人员，保守因伫工作生活中一切会当平安。想赐阮每一个家庭，互因有保障。主啊，想赐每一个青少年，互因会当得到完全的培养。拯救要顾伫战争中痛苦的百姓。主也恳求你医治伫病痛中甲心神忧伤的人。恳求主你安慰失去亲人的家族，拄去因的痛苦，拭去因的目屎。愿主的平安甲喜乐常常甲因三角伫地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保守看顾，互阮伫疫情敬戒期间，犹原会当无停止敬拜主。伫每一日灵修的中间，领受主的话，当阮渐渐得恢复实体的礼拜。甲各团契小组的聚会，阮也伫过去的5礼拜中间完成造就传福音的课程，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照你的福音来行起一切的事工，有信心踏出脚步，勇敢传主的福音。也愿主将得救的人赏赐互阮。今仔日是少年团契举行会长、副会长的日子。恳求主圣神带领保守，互因会当选出合你心意的人选来带领这个青少年。当阮伫主你面前，要用懊恼敬拜献互你，用全心虔诚敬拜你。求主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，过我牧师的喙，互伊照你所感动的来养饲阮。求你也开阮每一个人的心。阮要用谦卑专一的心来领受，照阮每一个人的需要来刺插阮的心。愿阮虔诚的懊恼甲敬拜，诚侪芳芳的祭献互主，得到主你甘纳。这是我们三甲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我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继续用《使徒圣经》做咱个人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。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轮毂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共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咱即时要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19诗篇84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应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！你徛起的所在，遐尼互人意爱。我乱无上主的殿院，到要分去。我的心神永远我的上帝欢喜唱歌。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赤鸟啊，伫你的祭坛边做收。连影嘛伫遐为着家己，为着家己找着应该的事。徛起伫你恩院的人，真有福气。因称赞你无错。对你得到快乐的人，真有福气。因迫切爱情是按山调性。因经过会打扫山谷，拢变做庄园。秋雨降落，福气满满。因哪行哪有力，
拢要伫錫安遥敬上帝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压耳孔来听。保护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眷顾。求你赐福，予你所设立的王。伫你的殿院点一日，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。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，万愿点邪恶的人的厝内。因为主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。伊互咱恩惠甲阳光，伊毋捌留一项好意无互正直的人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。阿免。咱同心来共读上帝的话。头一位是约翰福音第6章66节到69节。66节，对安尼，伊的学生侪提起，无过甲伊行。耶稣就甲12个学生讲：“恁也要去吗？”西门彼得应伊讲：“主啊，你有演话的话，阮袂去找之水啊！阮已经信，搁知你是上帝的圣个。”另外一位圣经伫新约以弗所人书6章第10节到11节。结尾来讲，恁着踮伫主甲伊溃来的关联来勇壮，着穿上帝专属的剑甲，互恁会徛在来抵敌魔鬼遮个诡计。14节，所以着徛起在用真实下药，用义做护心镜，用和平福音的臂膀穿伫脚呢，搁着举神的盾牌，用这个才会拍灭歹的一切的火剑，搁领受拯救的头盔，以及神的剑，就是上帝的话，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，时时伫圣神来祈祷。警醒伫即个为着朗诵的圣徒恳求无野神，咱圣经读到遮，即是要赞美。圣歌对今仔日所要赞美的诗歌是：我主是我的牧者。
牧师今日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：愿信，并且知。我主是我的牧者。今仔日下晡4點，我要參加一個家庭禮拜，因為迄個家庭因厝誒有一個少年人，高中畢業，過2禮拜，伊要去加拿大去讀冊，所以伊誒是大人，阿公阿嬷真關心。18歲，即馬開始就愛家己一個人。以前當然踮咧家庭，厝誒真濟人關心，所以伊就會問講：要安怎來勉勵即個因細囝？咱會當想象，今仔日下晡嘅家庭禮拜，因嘅經文就是詩篇23篇。即個詩篇實在是有影佇咧即2、3千年來，毋若敢若以色列百姓去經驗到咱的主上帝迄款的牧者心腸啊，毋若敢若是角色那爾，毋是敢若牧者甲羊的角色的關係，同要緊的是迄個牧者的心腸。所以主耶穌對你我來講，咱是毋是猶原共款有經驗到伊對咱迄款的疼、憐憫、引帶？甚至親像主耶穌伊家己的譬如，在講到一個好的牧者，伊會行遍這山嶺去找到失迷的羊倒轉來。如果咱的牧者是這款的一個疼惜的時陣，咱就袂互家己陷落佇咧一款爬袂起來的情形。有當時啊，咱會責備家己；有當時會怨嘆；有當時會感覺家己無法度。上帝敢有影啊，佫會關心我？放心，因為主上帝是我的牧者，道成肉體耶穌基督來顯明，這個牧者時時刻刻地引帶、地帶領。所以，嘛佇這幾個月特別疫情的中間，大家專心注意到病毒，注意到疫苗，注意到倒一個城佫封城，注意到這個咱的警戒當時要3級變第2級，9月初1是毋是會當順利開學的時陣，過去這禮拜，阿富汗正做大家注目的一個焦點。咱知影在一年的中間，對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變做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，由這個所謂的塔利班因來執政。這塔利班後翻譯做塔利本伊進行第一期我就講，敢若親像咱的新學生紫藤共款。為什麼因叫塔利班？塔利班這個字的意思，就是佇伊斯蘭因的學院中間受訓練造就，這將來要做老師的。佇這伊斯蘭的國家中間，因的學校、小學、中學，敢若親像咱淡江中學攏有校牧室。咱的教會學校有校牧室，有牧師在遐，公立學校無啊。這個伊斯蘭國家，伊斯蘭信仰建立的國家，因的公立學校攏有神學士佇遐，攏愛派，敢若親像校牧共款。所以佇遮實在原底啊，原底這是真水，毋是講水，就至少是徛佇因的信仰、因的宗教的角度。但是當一個信念，咱講行較真極端的時陣，伊就產生影響大的變化。所以大家注目在遐，甚至有人講啊，台灣會變做明仔載的阿富汗無？咱看到這款過去這禮拜，互大家個注目的。所以咱特別啊，為了國際的局勢，為了咱的國家來祈禱。這本冊對做風箏哈，對風車誒。這叫風車嘛？風箏 ，Kite Runner 哈。這本冊佇2003年出來，台語的版本是2005年有翻譯，已經12年前。伊是一個踮佇阿富汗出世的囡仔，佇咧蘇聯侵略阿富汗的時陣，伊的是大人帶因來，迄陣啊足濟人都走離開阿富汗，所以來到美國加州佇迄個所在。
迄阵伊出来时阵才5、6岁那尔，受造就大汉，要读神学院，成做一个读医学院，成做一个医生。2001年，当即个塔利班执政倒台以后，新的共和国咧建立的继承，迄个时阵伊已经医生啊，所以伊倒转来阿富汗。找到伊以前细汉的同伴、佚佗的同伴，厝边头去看到迄款情形，伊佫听到一个故事，讲伫伊转来前，就迄1996甲2001迄中间，塔利班执政，连囡仔放风筝都不可以。咱敢若知影讲，伊吼唔准女性受教育，要出门都要有先生、有后生带。女性家己无用去出门，咱听了真侪遮个事。伊即本册为什么用这个名？因为伫迄段时间，连囡仔放风筝都不可以。所以伊转来甲阿富汗，找到遐个同伴，听到遐个故事，家己经历遮，转去以后，伊写即本册。即本册相当一个程度，你会当去了解到伊斯兰建国。遮个人的理念，甲因所碰到的困境，甚至伊内面有真实迄款的历代啥等等所面对的苦境，要电影有甲拍做出来，不止啊侪人看。但即本册伊内面有一句话，即作者讲，伊讲伊来到阿富汗，看到逐所在战争了后，安尼真安尼。无中间的中间，伊踮迄个所在找到伊的朋友，伊看到真主，伊斯兰讲真主，伊讲我看到伊是伫遐个绝望的人的眼神中间，我看到真主，看到伊的上帝。伊讲即个所在，伊看到上帝，这是真正真主徛起的所在。意思伫苦难的百姓中间，伊看到。伊的上帝徛伫遐，迄是伊徛起的所在。迄个所在是因的上帝定心要找到倒来，找到伊的所在，毋是伫咱看伊斯兰教迄款的堂，咱因叫做教拜塔，还是礼拜塔吼。伫伊斯兰遮会堂中间有真侪塔，踮咧遐逐工5摆，会叫大家爱记祈祷，会报送。真主毋是住遐，是伫遮，是伫苦难的人的中间。所以咱也为着阿富汗这个国家祈祷，咱有看到这礼拜中间看到真侪即款的底片镜头，因为是大人想办法紧甲囡仔等候美军、等候德军、等候这英国来，就是因要来撤侨的军队。因想办法看囡仔看会等候因袂吼，因为伊知影，若甲伊留伫阿富汗。过来，唔知影因的望伫倒位，所以圣经甲咱提醒，保罗写批互提摩太，有甲讲咱大心都爱为正人祈祷、代祷感谢，为君王甲掌权的国较着爱安尼，通互咱会当虔诚端正，来继续平静安稳的生活。保罗写互罗马教会批示嘛，提醒咱。掌权做官的人，毋是要互好人惊着，是要互做歹的人得到驾驶。这嘛是咱踮伫咧祈祷的中间，常常爱为着这个国际局势，为咱台湾来祈祷。虽然病情，病毒病情个互咱爱有真侪学习，毋过咱嘛继续为着这来祈祷。所以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是继续咱过去这段到一个坎站，踮伫加比隆的会堂，就是加比隆的礼拜堂，犹太人敬拜读圣经的所在，伫遐所发生的一个对话。咱今仔所读约翰福音6章这段对话，耶稣问学生彼得来回答的这个对话。这个会当讲是耶稣活塞中间的一个分水岭，一个山头，水来甲流到遮了后，佫落去，无共款啊！
并过这个山头了后，甲前无共，咱称作叫做分水岭。前安怎流来遮，继续要安怎流？伫这个所在，踮咧嘉碧龙的会堂，来来外外有真侪人，遮有真侪是耶稣的学生。和合本翻译讲叫做门徒，门徒甲军地的粉丝信徒无共款。咱嘛有分享过，耶稣的门徒至少应该有成百人、百通人。伊早会当要差派两个一组出去的时阵，会当70个、72个马上找着。所以耶稣的门徒是一定，毋过伫即个分水岭的中间产生变化。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，有一寡人离开，踮伫嘉碧龙的会堂，互咱知空间的讲话，空间会表达一款的消息，是你目睭看袂到，但是你去感受会到、感动会到的。咱真感谢主，经过3个月、8月开始，咱会当三甲来到圣殿敬拜上帝，这是真侪兄弟的渴慕。其实咱知影过去对5月中以后，咱逐摆4个人、5个人伫遮主持礼拜的时阵，犹原同款。有兄弟，因实在是迫切要来。礼拜早起来到门口啊，传道讲牧师这要安怎？爱叫伊转去无？讲来到遮，你就互伊踮咧教育馆，互伊踮咧敬拜上帝。有人讲，伊就是要来。传道讲，啊若真正来，互人开了罚单。无要紧，咱准备6万箍吼，一个人准备6万箍。当然这毋是讲咱咧违规，但是迄个空间对某一个时阵来讲，迄个空间会讲话，互咱的心灵第二项得到无共的学习甲晓悟。伫嘉碧龙的会堂，今仔日产生这个变化，因为前。大家看到耶稣伫倒，就想要过去。你注意看《约翰福音》6章这段以前，耶稣忝到要死，招学生讲：咱小休一下。咱有一寡同工，虽然这3个月无法度实际上组织，踮咧山顶吼，我敢若看因踮咧山顶，踮咧讨论代志，踮咧伫咧计划时间，踮咧聚会啊，山顶个聚会哦，我想讲哇，这要安怎呢？逐时刻缀一条啊！无法度，真侪时阵，真侪山我缀袂着，无法度逐场拢缀。共款通过山顶来备办课程，来进行装备、操练、上课。但是伫即款的中间，你敢若像耶稣讲，大家嘛爱休困，耶稣嘛想要休困。咱捌看过迄个故事，伊甲学生讲，咱来遐休困，无想去到遐的时阵，众人已经地着啊，因为听讲伊要去遐。伫即个分水岭的前，耶稣去倒，大家拢要去听伊的教示，看伊医治、行神力，过来感受、经验到伊的灵敏。毋过伫即2天、即2礼拜，咱看到耶稣清楚甲学生讲伊过来要行的是无共款的一个路，要行的甲恁的期待无共款，特别的即个空间。会记得顶礼拜。耶稣讲：“我是天顶降落的美牛，恁要食我的肉，要啉我的血。”大家听到这惊一个，耶稣讲这个意思是啥？恁若跟缀我的时阵，恁的性命、恁的前途嘛会面对这的挑战。所以这个话真奥得明白，一嘴听的啊！咱若看今仔日的圣经前，因就感觉讲，踮咧这个所在。踮咧嘉碧龙，你到底在讲啥？我的明白很难谁听得进去。注意这2句话哦，很难是一回事，听袂落去，是甲我的了解、甲我的期待无同嘛，谁听会落去？阮来缀你，毋是要听你后壁讲的啥，阮来缀你是因为跟着你有好处啊，缀你会得到祝福啊，缀你会当得到利益，得到医治啊。耶稣讲无毋对，恁缀我会得到遮，毋过还佫有一个部分要互恁做恁经验的，迄个部分听无。所以对伫安尼，今仔日经文甲咱讲，有一寡人就离开。耶稣对12个学生讲：恁嘛要离开吗？有人听无？有人感觉甲伊的期待无共，恁今嘛要离开吗？
今仔日这个分水岭，互咱看到3款的态度走出来。第一款，咱的经文写，有一寡人就无搁介三甲斗阵，有些人就不再和他同行了。有一寡人离开，看到耶稣，头前会挑战的路咧行，因知影没有好结果。对你行袂亲像以前遐好康啊啦，卖，阮即摆爱换者。一只船前咧跑走，看到风，伊安怎会洗头？因为头前大家讲，你若继续行，你要付代价哦。咱讲这叫做见风转舵。这只船有影，你为着要会当顺利行，为着要叫你这只船，无论是载人客，还是你载货物，是货船也好，是客轮也好，阮当有你的利益，阮当有你的目的，爱去达到。啊，照安尼去行，但是若是风来风势无共啊，你都爱见风转舵，加开一点仔油钱，洗一个，你嘛就爱洗。你袂用个甲暴头风，袂用甲风台直接去冲。真侪时阵，咱看到有一寡人，因就要离开，因感觉即个无符合我所期待的，一寡温度就离开啊。咱是毋是有缘共款会安尼叫做退去？吼，会安尼去退去无？这款的退去有当时啊，无一定是你伫工作事业才会选择。咱即几礼拜拄开始恢复礼拜，8月第一礼拜8月初都青年人走来，走来礼拜了，当然礼拜煞咱就鼓励大家拢转去，唔通留喺遮。要转去的时阵，后礼拜过来无？哎呀，牧师在家里礼拜比较舒服。我讲为什么踮咧厝较舒服？坐咧碰伊做礼拜比较舒服。当然，伊知影我咧甲伊讲的是鼓励伊尾第二礼拜有过来啦。有影呢，3个月，互你伫即个信仰实践、亲近主、敬拜、服侍中间，你经验到啥？互家己成做甚物款？有一个兄弟讲吼，第2场礼拜牧师，你若讲道煞我就会叫阮太太甲电锅捏落去。踮咧厝，第2场礼拜讲道，牧师你讲道煞时，我都拢会提醒阮太太，电锅捏落去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讲道了，过来就无礼拜就无久啊嘛剩几分钟。等礼拜煞，我又起来，物件传好，电锅跳起来，会用去食饭啊啦。中昼顿用食饭，踮咧厝做礼拜偌方便呢，同时阵会当甲什么代志处理好势，这叫做不再与他同行。伫咱的生活中间有一寡代志，咱会退一步。为什么退一步？因为较方便嘛，较符合咱的利益，较符合我的需要。我毋是遐尼严格的人，我感觉安尼嘛无歹啦吼。毋是遐尼啊袂用的，是敢若会倒转来耶稣甲咱的提醒无？心灵诚实的敬拜，这你爱家己决定，这你爱家己落去进行。咱踮咧教会袂写一个 SOP， 什么时阵做啥，什么时阵袂用去做啥，毋是安尼，是咱逐个人会倒转来，当咱面对一个分水岭的时阵，真侪时刻走出来，你安怎会记得继续？甲耶稣三同行，毋是讲退却了离开。第一个无甲三同行，就是第二个，就是咱今仔日看的经文通后壁。耶稣有讲，我拣选恁12个，但是恁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撒旦。咱知影伊咧讲到犹大，这是咱今仔读的圣经，恁若继续后壁去看。这是一个真大，也就是讲，伫分水岭的时阵走出来第2项。时间岁月是真残忍的，你今仔日雄心壮志，明仔载变什么款？今仔日你真忠心热情有理想，明仔载咧，时间岁月是真实在、真现实，这是咱爱面对的挑战。犹大开始对耶稣的时阵，你想讲伊就是要利用耶稣，你想讲伊就要卖耶稣吗？我无相信。我相信犹大对耶稣的时阵，嘛是期待上帝国赶紧来临。咁是安尼，期待上帝国的来临嘛。上帝掌权，互以色列会当恢复
伫即个世界显明伊是上帝所选的。犹太人是上帝所选的，要成做即个世界的祝福。伊相信上帝国啊，伊才来对耶稣。马可福音第1章一开始，耶稣招这学生就讲啥？上帝国近啊，恁都爱悔改来信福音。伊遮的文图要互伊竞选的12个使徒，一个一个拢清楚一项。阮军队伊就是咧期待上帝国，即嘛是对上帝国的了解是啥？所以犹太一开始，我相信伊甲其他，甚至比其他的文图算落更较清楚，知影耶稣绝对会互上帝国降临。是干那伊期待是伊的上帝国。岁月时间是真现实，你我咱拢会去经历这。所以咱要安怎倒转来主的面前，唔通诚做亲像犹太一款。有一个故事，咱不知影侪人捌看过。百多年前，有一个画家，伊伫咧信仰考验中间有真深的领受，所以伊望就会当将耶稣12个学生，一个人拢来画100图。画图看圣经，家己想象真恶的画，所以就去找模特儿。伫这个故事才互咱知影，模特儿足重要。为什么有个人会去互上着讲？我请你来做我的模特儿人像，互我画1个月，坐遐拢袂叮当，1天8点钟吼。安尼咧画图，因为迄个轮廓是迄个气质。伊踮咧路去找，哇，看到一个人，一个青年人，亲像耶稣青年的款式。伊讲：你愿意互做模特儿无？1天偌侪钱？至少爱1个月、2个月。迄个人讲好啊，所以就来伊的画室，早起8、9点来画到4、5点，照付伊钱。画了后，哇，感觉足满意，因为照伊家己逐工灵修、读圣经所经验领受圣神感动，耶稣的款式安尼去画出来。过来，伊搁去找，找到这亲像彼得的。找到迄亲像安德烈咧，大家来，就1、2个月、2、3个月才通画好一个。经过2、3年，到个学生文图上尾一个画啥？要画犹太，足歹找。你落去看，大家嘛无人亲像犹太，迄款画耶稣的款式，对无？大家你读圣经中间看的耶稣的文图，无讲足好，连必定嘛袂遐尼歹面吼。我要找犹太，要去倒找，我7点伫咧一个啉酒的所在，酒窟仔的所在，看到一个人，哇，愈看愈亲像犹太。讲，你肯互我来画图无？我付你钱。迄个人讲好啊。当然1、2个月有通钱通领，敢若坐遐真欢喜，就来甲伊的画熟了。即个要互人画犹太的人一看，讲，我敢若捌来遮。即个画家讲无可能，即个所在是我家己私人的画室，我无邀请。无人会当来，讲，但是我捌来过。即画家讲，我毋捌请过你，你毋捌来遮。即个要互画犹太的，踮伊个内面的图一看看，迄阵啊，我来就是即个啊，你画我啊，就是画即个啊。画家一看惊一个，迄幅图就是耶稣的图。经过2、3年，岁月时间真残忍，真残忍。讲即个人。前是互画家来画，照伊的面相来画，甲伊的信仰领受是耶稣的像。但是生活的挑战，这个人的确经验到生活足侪艰难，甚至尾对路，竟然是犹太像。这对咱来讲是一个提醒，咱的信仰使命，咱的灵魂灵性，是毋是会当继续？对伫上帝有坚定的信靠，有热情，有忠心，也是一寡事的影响，世间的代志会互咱的灵魂煞揪水去啊！这是第2个，咱看到今仔日伫分水岭的中间，第2个走出来。第3个就是彼得的决心，用主啊，你有永活的话，永生之道。咱拄啊读的圣经是讲永活的话，好，永远活的活命的话啊，咱在这一切拢会记记读读，耶和华上帝的话永远伫地。
那在诚做咱生命的基础，诚做咱灵魂的食物，诚做咱头前的引带。所以彼得的决心，这是伫这个分水岭的第3款。感谢主，伫这款大环境变迁的中间，咱犹原会当亲像彼得共款讲：主耶稣，你有应我的话，阮相信，国在你是上帝的圣儿。你讲到是上帝的圣儿，你讲到这个超越人的软弱，超越人的失控，你多正立体来到阮的中间，通过耶稣基督，互阮认捌到上帝。你是上帝的圣儿，所以咱嘛要亲像彼得共款，伫这个真多分水岭的时刻，犹原信仰告别。相信国在，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咱，当咱有信心，这个信心会带出来一款的行动，互咱知，毋是挖苦家己，因为咱面对的这个世界，以弗所书第6章12节甲咱讲，咱面对这个毋是一个有血、有肉、有身躯的人哦，毋是咧甲人对抗，是咧面对一个灵界的掌权。这2天，互咱较深体会到这项。今仔日是中原普渡，毋过即马嘛真现代化，伊会配合周休2日。你若10年前、20年前，碰到礼拜日就是礼拜日去中原普渡，即马袂啊！即马知影拜6礼拜日要中原普渡，真侪人真恶的配合，所以2天前拜5，你就看到大楼、公司啊，定个拢踮伫个拜遮个。面对即款的气氛，咱有会友，咱有青年踮咧公司讲轮着，今年轮你去买物件，我是基督徒啊，甲恁讲过我是基督徒，我哪会当去做这？就论甲你哪会通紧？迄甲你拜上帝无关系，阮嘛真尊重你拜上帝，你拜上帝真好，比阮搁较好。毋过去买乖去买孔雀宾馆闹啥嘛？你去甲传好就好，看你爱食啥，你去买啥。听讲迄个总务的人就是看你家己爱食啥，你加买一寡遐，因为等你拜了，大家就去纷纷去食。这是一个功课，毋是讲因为安尼咱要甲同事来计利无好关系拍歹，嘛毋是因为安尼咱就甲人共款照轮去排。这是一个咱逐个人有的实况。安怎伫这个实况中间显明，阮知耶稣是阮的救主，伊来是要拯救，毋是干那基督徒，包括咱四周围的人，伊会疼要临到伫四周围。怎样通过你我咱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互人嘛经验领受到主耶稣基督是咱的主，是咱的救主。伊家己来是要拍破人甲人中间的墙。误解攻击，亲像以弗所书所写，伊用伊家己的身体、家己的性命，来甲犹太人、甲外邦人、甲做奴隶的、甲自由的人、甲男性、甲女性中间迄个墙甲拍破。那安尼，咱伫今仔日这个世代，怎样去面对这款目睭看袂到属灵的征战，成做一个真实将墙拍倒。甲耶稣基督同款，互人会当认捌基督。即中间要徛在站稳了真重要的功课。所以耶稣捌讲，要修行的是做，爱做工作做，所以咱需要工人，需要工人。伫过去这一个月因为无法度实体的组织，所以咱教育事工部甲娃娃尼团队斗阵，咱在过去这一个月咱一直咧讲，有一个装备的课程。对怀疑到相信，这个课程因上了，然后经过20点钟，佮经过5点钟的装备训练，拢伫线顶。伫这个中间开始，阮称伊做工人有34个。工人做了是要创啥？工人做了要踮咧厝的吗？毋是啊，工人做了就是要做工，训练了要做工，要开始做工，就爱敢若像这个军人共款。
好，咱拄仔所读的圣经，以弗所书6章尾啊，咧甲咱讲，这装备头盔、大福音的话，有即款的盾牌，有上帝话做即个剑，等等遮装备拢有啊。但是遮了后，伊都爱实施啊。军人吼，拢爱相信，咱吼时时刻刻备战，对吧？啊，毋过最好不要战争。所以足侪军人一世人到退伍毋捌战争，但是伊伫服务的迄30年，每一工拢是准备要战争。基督的精兵嘛共款，咱逐工准备的，就是毋茫有机会甲人分享福音的好处。所以这工人，咱教会这34个受装备了，咱称作耶稣基督的要受挂的工人。因即摆课程了，有机会恁若有你的亲人，有你的朋友，你想讲，伊实在是足心软啦，我都毋知要安怎甲讲。你甲你迄区的长老，也是甲你团契会长讲。毋过伫这前啊，有一个阶段，咱叫做实习，就亲像咱的国军。咱的国家的军队，伊嘛都爱演习啊，对不对？每一年都有什么汉光演习？演习的意思是讲，同伙卖战争，但是阮爱操练，对不？军人爱操练，基督精兵嘛共款。你会讲，哎呦，我毋是迄34个，我毋是做工人，安尼我煞袂当亲像耶稣讲的，受耶稣的邀请来做工，会用的。因为这34个人需要实习。你若愿意，伫未来这1、2个月，一礼拜1届，你听伊讲一课，伊会甲你分享伊所领受着。你吼已经是甲彼得同款的决心啊嘛。伫主耶稣基督，你有活命的话，我要去军地上，我袂走偏差去。你若愿意，互这34个人做一个实习的对象。连课本拢甲你准备好啊！你会知影讲吼，一课总共10课，一课伊要甲你讲啥？吼，伊要甲你分享啥？你会当敢若亲像诚做伊一个帮战者，会诚做伊一个帮战者，互伊吼，甲伊咧讲了后，伊即摆若真正要去甲大学30年诶，迄个同学已经毕业30年，还是要甲伊的厝边，还是甲倒一个有兴趣要听福音的，伊要来甲伊讲的时阵。伊会当讲落搁较顺，所以你无上课袂要紧，你会当甲教育事工部，也是甲你迄区的长老讲，甲你的会长讲，甲牧师娘、爸爸尼团队讲，我愿意来。顶礼拜上年团契我讲了，都有一个吼，咱的姊妹84个姊妹讲，我愿意吼，伊已经排后礼拜要开始听课啊，因为伊会当听讲，你这讲真好啊，回应。安怎讲听落会搁较清楚？这帮咱遮的工人，等于要甲未信者、福音朋友来传福音的时阵，会讲落搁较好势。毋茫今仔日，咱相信啊，咱嘛知，毋过咱需要有行动。咱都毋知要甲向传福音的时阵讲好，这个行动我愿意做一个实习对象，就是遮工人实习的对象。我来听伊讲，趁机会甲我的信仰啊整理一下，这实在是要紧的功课。所以，伫这款疫情后疫情的时代，咱亲像咱边要读的经文，伊安尼讲，伊要来结尾来讲，恁就踮伫主，甲伊溃来的关联来勇壮，踮伫主，继续成做一个勇壮基督的精兵。敢若亲像圣诗572首所咧讲，咱的心目主坚固，伊要引带保守咱，互咱伫耶稣基督的救赎内面来成做伊基督的精兵，行伊甲咱陪伴永远的愿望。咱最近来吟572首。
了起立，敬第40。人生啊，快乐哈年我安息我，我不因我，有主为是保庇，我不要了因，你魂就修就的我主因亲爱的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圣神的帮助，互阮的心目会当主坚固，互阮会当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坚定来过别阮信、阮也知，所以圣神帮助阮要有行动，伫阮的生活中间有见证，恳求主你赐福看顾，阮继续。你甲阮查目标走的时阵，就愈来愈知，伫主你有活命的话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请咱备办心来奉献，来用诗歌献做活祭，伫主面前立志将咱家己献上诚做活祭。请坐。这时咱要同心来读本周的经句，咱掀开周报第1面，咱三甲我读1摆，咱三甲来读2摆。以弗所书6章10节，结尾来讲，恁着踮伫主，甲伊溃来的关联来永壮，咱三甲来读。所书6章第10节，结尾来讲，恁着踮伫主，甲伊溃来的关联来永壮。以弗所书6章10节，
结尾来讲，恁着惦伫主，甲伊开力的权能来永做。愿主的话真侪咱的帮赞，也甲开力。即时咱要来欢迎今仔日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，三甲来敬拜无？互咱会当来互相熟悉。久啊会当三甲来敬拜吼，陈景生长老吼，陈景生老师，伊也是伫台中东海教会当营，不过因为即马担任伫咧考试院吼，所以迄个考试院的委员，所以若无落去吼，有国家考试啊，特别着爱注意者，伊就会来咱中间聚会吼，真欢迎。真欢迎！即时咱要三甲来关心咱教会的事工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。欢迎兄姐以行动支持，而且参与本会各项事工。今仔日下晡1点半，爱家团契举办讲座，欢迎大家参加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。欢迎兄姐以行动支持，而且参与本会各项事工。今仔日下晡1点半，爱家团契举办讲座，欢迎大家参加。8月23号到8月25号，柯牧师夫妇、地团道夫妇参加牧家退休会。儿童科学营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取消，对今仔日开始到8月30号办理退费。台湾神学院信徒神学系课程有伫咧本会教育馆开课，本会会友有优待，报名请伫咧8月27号进前问办公室。8月28号早起11点半，上年团契雅各诗班伫教育馆集合，备办参加蔡慈心姊妹告别礼拜。8月29号，上年诗班伫台语礼拜中学师献诗，早起9点伫教育馆2楼练习，请踊跃参加。8月29号下晡1点，爱家团契邀请本会杨清妹长老伫礼拜堂分享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蔡慈心姊妹伫8月15号安享主怀，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礼拜堂举行安慰家庭礼拜。8月27号下晡1点伫邦桥殡仪馆举行火化礼拜。8月28号下晡1点伫教会举行告别礼拜，煞接安葬伫阳明山回总区，求上帝安慰家属。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祈祷，愿上帝安慰甲医治。除了咱拄仔周报所看到的报告的事以外，咱嘛特别关心慈亲节的家属、伊的先生、伊的囡仔，毋茫通过咱伫咧服侍家庭，也互因有机会来明白到主耶稣基督领受到即个福音。嘛，包括咱伫即个疫情中间开始会当有一寡行动活动，咱也会当摆列伫主的面前。无论是个人、咱的家庭、咱的手所做工，请起立，咱最近也出咱的声音，开咱的心来祈祷。现在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有即款的，恳求你继续引带保守，通互阮会当学习伫主你的听中间，主帮咱，因为阮所讲的有限，只有主你家己会当互阮真实来亲像你所讲，主啊。伫你有永活的话，阮袂过去地之水啊！阮信，求主你继续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挖靠主，
也正做一个真实徛在好你的光明，所做一个坚强，做一个得到勇壮的人。各一摆因传保守，听我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你家己备办的时刻，通互阮倒转来主你的殿三甲敬拜。愿主你继续因传保守阮，互阮会当亲像彼得同款来告别主啊！伫你有应话的话，我无要去找其他的路，无要缀其他的。圣神帮助阮，通互阮有得到好的装备，伫即个世代成做基督的精兵。恳求你特别祝福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是阮的身体健康、心神的勇壮，你也特别祝福看顾阮的家庭，通互阮踮伫家庭多时间，会当搁较有水和睦、祈祷祭坛的建立。愿你的主爱、你的怜悯，拢无离开阮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三甲的上映圣诗396首，当要散花，求主赐福。上映线，请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甲恁大家三甲地地，对即时直到主国来，阿门。请坐，密祷，闭会。